台南市政府启动无人机来防治天狗热，派无人机4架去巡，特别是针对进前风台淹水的所在来进行监控。 向外遥控操作，无人机爬上天，徛架的厝顶水塔挂，敢有积水，看甲一清二楚。伫偏乡区域，大部分拢是做伙人，厝体有真侪所在摒袂着，无人机会当防止炭片网生炭。而且是属于较草地部落性吼，厝本地就较少，较老旧啦吼，一寡你讲尤其住在遮的人吼，拢是比较中者吼。你讲要叫爬楼顶的无可能，或者个空拍机来协助着地方啦吼。我相信这4角找出来了后，对地方这个房子登革热吼，一定有足大的帮忙。 依照防治天狗热，拢爱靠人工炉巡查，亲像天狗棍这种传统巡查工具，敢会当探测3公尺到4公尺的悬度，对大楼的厝顶也是无法度瓦管的区域，效果有限。尤其是进前台南发生8年水灾，真侪厝体受损，惊喺落雨积水，市政府出动无人机巡查，互防治作业尽快搁周全。 在登革热防治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许多屋顶上有积水容器的水塔盖子飞掉了，或者是说上面有一些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像一些垃圾啦或者是废弃物的，我们借着无人机来巡查，就可以做很大的帮助，让公务员节省了大量的公务人力。 虽然台南目前并无天狗热本土的病例，12例拢是境外移入，不过附近的高雄，甚至台北、宜兰、甲桃园等地，拢陆续传出本土的案例。疫情的风险要好好来处理，未来持续推动科技防疫系统，来补充人力巡查的无够。记者综合报道。